知大家有冇食過火腿呢？火腿呢，最近有專家顯示有2種係含有塑化劑嘅。咁嗰2種嘅火腿呢，就係喜德街同埋超值牌啦。咁有研究顯示佢係超出咗微量嘅塑化劑啦。咁檢驗出呢2種火腿呢，就分別檢出咗0.1克同埋0.12克嘅，遠低咗食安中心嘅安全水平。咁消委會就提大家咧，唔好用火腿同埋火雞片嚟做一個蛋白質嘅食物，以免因為攝取過量嘅鈉啦，而增加患高血壓嘅風險。加工肉類就被國際致癌組織咧就認定為係第1類嘅致癌食物。咁如果你哋有朋友係鍾意食火腿嘅話，就 send 俾佢哋，等佢哋知得更多。咁至於邊啲係冇塑化劑而又啱食嘅火腿呢？我哋下條片再講。